據報道，周潤發同楊紫瓊因為大埔宏福苑發生嘅嚴重火災，取消出席 MOMA 頒獎典禮。不過，發哥最後竟然驚喜現身，到場頒發年度藝人獎，搞到現場尖叫連連。佢上台嘅時候冇即刻頒獎，而係用沉重嘅表情，用廣東話、普通話同埋英文3種語言，請全場觀眾同藝人起立。頒獎前，我有個小小嘅請求，希望大家可以一齊企起身，為香港市民獻上真心嘅祝福。當時台下燈光全暗，大家同發哥一齊為香港祈福。周潤發哽咽為日前大埔宏福苑嘅5級大火死難者默哀，場面莊嚴肅穆。好多人喺社交平台上面討論，表示非常感動。網民留言：因為最近發生嘅災難，呢個頒獎典禮真係好需要一位有影響力嘅香港人嚟做結尾。發哥代表香港出席非常合適，多謝整個 MOMA 團隊同表演者對香港嘅心意。除咗取消紅毯環節同埋新增默哀儀式之外，MOMA 同埋主辦方 CJ 捐咗2000萬港元到特區政府成立嘅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會，全力支援受火災影響嘅宏福苑居民。